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有听过时间银行一种银行无？其实伊係一種我哋算是服務嘅交換系統，伊都等於都講把這個服務嘅時間線伊導向來，喺把這個想要用嘅時間，那伊拿出來去換無同樣嘅服務，我哋今日有倡導呢係我哋嘅時間銀行嘅計劃嘅主持人，我哋強福飛來到嚟現場，差唔多喺2年前，我哋嘅東片沙期都開始嚟籌辦我哋嘅時間銀行嘅，當然時間銀行按樣去執行咯，有中間有乜嘅問題咯，我哋馬上放今日來賓同你講清楚。福飛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福飛啊，想問一下因為其實喺東片沙期啊，呢地方其實呢辦了好多計劃啦，但是時間銀行一件事情，一生係感覺到佢特別，我哋觀眾朋友可能我了解到講，以前我哋有一啲志工體系嘛，嘛係講，某個我哋幫我哋志工時數啊，還有包括我以後唔知講咩啲某個服務嘅時數啊，嗰種一種概念同時間銀行有共樣冇？目前是冇共用啦，因為衛福部有時間銀行嘅推廣嘅計劃，按我哋沙期做呢，我哋主要是講個時間銀行伊同客家人呢以前嘅農忙時期嘅交工啊，個搶，按我哋更加想講更加社會啊，大部分攏係小家庭，做起嗰種互相幫忙嘅嗰種精神啊，已經慢慢咧消失咧。嗰時我哋想講用一個時間銀行喚起大家人對交工啦，大家人來甲別聯紗互相幫忙嘅一種想法同嘅行動。那你講我真的蠻想到講，因為以前我哋喺做志工培訓嘅時候，都投入意思我講那把人嘅志工時數去登記下去，可是後來發現到攞去提領一件事情，其實都更加唔點用去提領。咁問題係你更加交工來講，我哋以前都真係都譬如講今年人我個做過，我哋都以前天數，喺班我嗰段時間都看了天數，咁一交工提報嘅話，唔點用去提領又會服務時數啊？提領我哋更加都量嘅做法啦，因為而家科技啊佢發達嘛，嗰時候我哋要同文化部搶嘅計劃下來寫一啲喺官網底下做一啲媒合軟體，嗰時候後生嘅個年輕嘅滑手機，伊都可以對數據提撥，可以提出伊嘅需求啊，可以對有你要服務嘅話，可以對數據提撥來互相媒合。但是對於65歲以上嘅裝批來講，有個困難。嗰種我哋也有資本嘅登記。如果我提出需求，都同我哋專案嘅人員講，伊如果同記錄可以做乜嘅服務，如果係賴群組提撥公布，有費用如果有限，我天數嘅話，如果係當行登記。我意思上我第二個中途通已經有講到話，其實我哋嘅時間銀行同我哋行業嘅交工嘅精神可以搶嘛但是以前佢是個開辦嘅時間，有其他嘅呢套冇到其他國家有辦過安尼一種制度嗎？我哋其實係佢係1808年嘅時間，我哋前村長，伊也兼理事長嘛，伊來請我講，伊想喺我做總幹事。佢喺我多平常我有去看雜誌嘅時講，喺商業週刊有看到伊嘅報道，時間銀行喺瑞士用來辦。我看講，一制度幾好啊，加上更加鄉村啊，老人家幾多，嗰時候各種一種，我以為時間銀行係一種支持系統啦。也支持系統喺做嘅方面來嘅話，其實對人口現在建設嘅農村啊，係有個大幫助嘅。一部分係咪強制同人講個有意思講，做乜係伊哋支持嘅呢？同時做乜我可以用聽下哋而家人口過少嘅鄉村來講話，係啲幾好嘅制度咯。意思都係講更加簽嘅啊，像我哋平常時有問題嘅時候，我哋佢熟悉嘅甲別聯紗，會拜託嘅，譬如講，生意臨時喺嗰個有訴訟，即個又係上班冇法度去提最貴嘅，還是講去嗰個嘅就業站嘅時候，我哋係咪會拜託即個親戚啦，無都甲別聯紗國屬嘅啦，學生嘅媽媽啦，拜託伊同佢了解一下，無都同生意嘅最貴嘅，但是更加睇個人攏雙薪家庭啊。也慢慢的
再加上农村的大家庭啊，吼，已经逐渐瓦解，今仔国少有三代同堂一种家庭存在啊。太火房有冇以前的安尼行人，拢有火房啊，伊咧火房的40-50个人吼，有阿姨啊、阿伯啦吼，叔婆伯妹去掉。啊，更加因来因少的，嗰种来加压个时间咯，我哋来做一个支持系统啊。因为肺炎同肺炎互相认识的时间，伊个嗰种他跟人拢可以熟络啊，吼。啊，我喺你在生年呢，还是讲老卡老人家，无限我再去卫生所打流感疫苗还是新冠肺炎疫苗，喺群组里面破。啊，肺炎任何的人有限。伊都可以同处理一件事情，嗰种因为也系一个好的支持系统。那你讲好了嘛，真的嘛，拢想到了讲，之前啊，疫情的时间，好有几多位睇人啥，真是系因为生意的冇看黑，嗰所以冇办法自家出来去打疫苗，好去注射一件事情。看像等于讲，系咪讲我哋以前会听说嘅人喺外地附近的隔壁邻舍啦，冇多朋友。但係如果我有嘅呢通以後，我哋幫我哋隔壁鄰舍範圍變得個太嘅，可能範圍嘅貴嘅村莊，好，同時嘛係認識新嘅人，能夠咁幫我哋呢睇鄰舍啦，冇幫我哋生意去搞到邊，係嗰時變到也高共嘅範圍變得個太嘅，但是頭都唔係要講到講，因為而家我哋呢講細村莊嘅地方，我哋呢人口越來越少，嗰時因為佢有時間銀行係咪？睇依啲講人口越來越少，無論越來越老化嘅村莊地步，其實嗰時喊咯。我哋家下有想啦吼，因為像我哋社區嘅職工啊吼，喺嗰種總人口，喺職工嘅人數啊吼，可以達到10%嘅話，其實都已經相當冇簡單。譬如講我哋社區而家人口差唔多1000個啦，10%意思都差唔多有100個村民做職工。安尼社區其實已經算夠有活力嘅，但是我認為時間銀行伊嘅服務同需求中間呢，搞完啦吼，人要越多越好。嗰時當初我哋喺設定嘅時候，我哋都想講用東片村啊吼，有人口減少，一個用泥埔鄉來做目標嘅話，因為泥埔嘅人口它又有5萬人，5萬人喺嗰種有咯。3%、5%，人數都幾多嘅。啊，一個時間行路係參加肺炎、活躍肺炎越多嘅話，吼，伊嘅交換成功率都越高。因為講過，講實在，更加有時我哋肺炎提出需求嘅時候，各種伊嘅時間過特殊，還是講伊嘅協調過困難，沒會流標啊，都會沒有辦法媒合成功。如果變成肺炎越多。好，成人一度啦，我哋服務嘅範圍可能會一太，服務嘅內容可能冇得多人。好，有啲人可能唔會，有啲人，譬如講，我哋前面有漲水天，有啲人可能都唔會啊。嗰種我哋咧肺炎個少嘅時間，一種個貼片咧個專業嘅有啲人都唔會，但是講到肺炎多時間，有啲人可能喺水天宮以前退休嘅，可能都可以來聽書，都講到咁講嘅。可能喺東片村嘅話，因為有我哋講活躍會員可能都難嚟，但是嗰種變咗全部女仆上來講嘅話，都變成可能各省人馬都有，好各省人馬有，同時有啲人嘅時間都真係度好，而且按不一樣嘅工作，就好似個閒嘅嗰種好，可能真係都可以睇，睇人哋上班嘅時候，再睇人啥強下老啊，強下去做啥，係都有安尼。嗰時對於嗰個我哋咧成人一多人可能服務嘅範圍都會一睇，但是亦都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都講跟服務嘅內容咯，按樣話去規定咯。服務嘅內容哦，我哋喺安尼啦，我哋有一啲時間銀行推動小組，有9個人，啊有9個人裡邊有村長啦、理事長啦，啊有為辦活動嘅啦，為剪片嘅做宣傳嘅啦，為做網絡嘅啦，我哋同一啲人前來，我哋接下來都想講，我哋初期因為村民同鄉民你不相嘅。肺炎其實呢對時間銀行多單樣運作，可能唔係幾熟絡。嗰時我哋都未賺嘢，我哋都會上一啲大量嘅活動，刺激伊哋來參與。啊，第二都係我哋開放本所有嘅肺炎嗰種，伊係有想法，但是伊唔底下也需求一樣嘅開嘅，我哋都會教伊講，而家嘅按樣寫。
那可以给，那够容易成功安尼。一部分係咪同咱觀眾朋友再講清楚一些？譬如講，我愛用一度點鐘變一個單位，還是講半點鐘變個單位，還是講用一個工作嘅困難度做一個單位？我哋係以時間為一個單位，因為我哋有參考長照2.0啦，吼，伊個服務啊，吼，都係半點鐘為一個服務單位。嗰種我哋當初係推行我哋保時間比嘅時間，吼，我哋時間變做保時比，我哋都1點都代表半點鐘。1點都嗰種飛員咧，伊個需求我哋會去了解講，譬如講伊陸下有需要多，但是伊無天機嘅啊，無如伊年其他嘅，伊驚啊，伊講也工作咁危險。咁我哋都嚟現場了解，也需要多好了，才有花一段時間。迄陣我要花2點半鐘，到到3點。都本飛員了解講，好，以後伊個需求嘅話，伊都底下講伊要用下。好，嗰時這個也是講有伊個需求嘅人，伊個譬如講，你即個去評估以後可能會2點半鐘3點嘛吼。但是得到服務嘅人哦，因為伊個工作可能唔係一個人做落來，可能2個人嘅話。好，提供服務我哋講提出需求嘅人，可能如果等於係2點半鐘3點才乘以6點，加得到嘅人，如果有2個人，無如3個人，強下去分也為6點。我一般以需求提出來時，伊會寫，伊個寫啊，吼，係需要1度嘅人，每一個人啊可以拿到1度嘅點數。安尼，他個人登記嘅時候，如果看到3個人加頭前件登記量誒，第3個人有時間係個搶數嘅話，會競爭啊，會搶，安尼基本上是慢先登記，安尼都先登記先贏啦。先登記先贏。觀眾朋友，唐老師有冇發現到講時間銀行一件事情，只是對於我哋嘅服務來講嘅話，等於講我哋幫我可以服務嘅內容同時間去放棄，我哋下一擺可以得到便宜服務嘅時間咯。休息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歡迎過來，福起來耶！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東片沙期時間銀行嘅計劃嘅主持人，我哋咧江福飛來到我哋現場同人講，時間銀行到底係點樣嘅去運作嘅？一部分還是有啲幾多問題想問下，因為好多人講用半點鐘嚟做一節嘛，吼。但是事情有困難度嘅差別嘛，譬如講土生人嘅啦、技術嘅啦，也其實冇共用嘅技術，咁樣嘅技術有分冇？我哋本飛員自家決定啦，譬如講，伊要係人去寫報告，寫報告也件事情都夠困難。我說喺個種講，點數啊，佢啊遠低於行情嘅時間，就流標嘅，就是派，就是派。嗰時也其實對面啲飛員也係在學習啦。如果講要去拿捏講。我開出來的需求單啊，我提供的服務的點數啊，讓人可以想到便宜來服務我。但係是有啲問題講，譬如講我哋今日嘟好啊，伊啲查要出去，我可以再3個阿伯，咁你算3點，還是講算1點？因為點數如1點為單位嘛，我說冇法度查啦。講3個裝批嘛，當做係3個個案，3個個案，好，嗰就等於如果雖然講我也一半點，我雖然是半點鐘，所以3個阿伯出去去駐沙，好，但是我恐下輪還算是3點，因為3個個案。我舉個例子嘛，吼，像我哋有東片講堂，因為我哋飛員較多元啦，我哋都會鼓勵講口條較好嘅啊，吼，有專業嘅，譬如講。伊嘅理財吼，伊底下用來買股票，個要賺錢，我哋都請伊來講。嗰種伊要講嘅時間吼，伊會釋出一些資料，喺群組底部。嗰種他個人被他的資料吸引嘅時間吼，某天伊都可以吸引更多人來聽伊來演講分享。
啊来谈安尼拢基本上安尼拢1点啦。如果讲唔来谈，如果叫1点分分享者有差袂。也呢会间接如迄刺激鼓励分享者，如讲各种爱好啊准备爱资料，同爱随便准备，也个观众会差几多啊？冇唔错个，冇唔错个。系安尼等于如讲，如唔係講用嗰陣，因為以前我哋會想講啊用鐘點費，嚇鐘點費嘛有啲問題，你講博士嘛賠你1點鐘2000元，嚇，然後嗰種學嘛賠你1點鐘2000元，有時我就對啊我哋咧教書來講，反而發現講1點鐘俾2000元真係貴快些，嚇，但是嘛我哋講有嘛個組織嗰邊咧有啲問題嘛，嚇，但是用安尼方法真是貴體譬如講，嗰種啊準備貴好嘛，你講啊真是一主題貴上年可以上到幾多年。同樣一場啊，都得到幾多點？佫有啲好處，如係講，伊講嘅100，伊某天來20個觀眾，伊傳到20點，冇錯。講因騙人愛分享嘅時間，伊都可以同對方交流。伊都等於講，伊傳嘅點數，伊可以，伊嗰種啊用啊係講堂嘅課程分享嘅話，伊都可以用20擺，伊可以談20個無共用嘅演講。啊，聽嘢都係講。安尼情形之下吼，互相各取所需的状况下，其实安尼唔是用到钱，安尼唔是讲安尼又长期话去编讲师会分也得有分享者。而且有時間吼，講到錢真是如講個快事吼，如果個傷感情啦，尤其係我哋有小事情，吼，無你講太事情，尤其係我哋存地波嘅事情，你講到錢，有時錢又冇多。哦，有時錢又冇到，真係都幾快些。係啊，譬如講，唔講再隔壁個阿伯再去看醫生，那樣聽佢輸錢咯，那輸你賺下，從冇。這種東西真係都幾快些，都變成有一啲時間用好點數來講嘅時間。阿伯嘛付出的也1點鐘，哦，我嘛付出係，我嘛付出我嘛輸到3點鐘，哎呀3點鐘，還蠻有一幾種愛事情的嘛。好，雖然講唔單止我哋咧心態比啦，吼，但是其實也個感情交流其實嗰度啦。係，我哋其實個看重一部分啦，都人同人之間嘅交流。輸入嘅以後，其實都可能以後嗰度嘅互助嘅需求，因為都會某天嘅時代下都會做嘅啦。重要部分嘅內容，幾時間開始嚟儲備嘅時間，你即個遊戲團，譬如講大學生啦，嚟傾下嚟討論，無論講提供應用嘅去建置也為一個算是一個機制的運作。其實對有想法籌備到真正執行吼，其實花係3年嘅時間。3年。做嘛研究呢？因為一開始108年接中關係嘅時候，我哋想做，但是我哋同理事長討論以後，因為講。志工按照你講係志工的天數啊，吼，全部志工都老年化嘅，嗰時候應該係先同志工規個系統重整。嗰時候我哋頭一年啊，吼，都先辦志工嘅訓練，志工對20人嘅加到60人嘅，第2年呢，我哋都同嘅中山大學社會系。來合作，來討論啲人講公民審議嘅，用循環經濟來討論講喺各種政府喺聽一啲政策嘅時候，用嚟做個好。因為討論過程當中，他個人感覺幾神奇啦。嗰時候過後我哋都同中山大學嘅先生反映講，我哋其實想做實踐一下，伊可以留些經費啊，吼，來幫我哋研究講。一個東西啊，吼，雖然我已經夠成熟，但是國內嗰種還未夠清楚，咁係咪可以透過學校嘅力量啊，吼，來邀請專家啦，還是講有執行過嘅社企來，兩個人社企來分享講，伊能用嚟做，嗰種人係後背2年了解可以用嚟做，花係冇半年嘅時間，來去啦，同分享者分享啦，同志工討論講，咁以後要做嘅話，吼。我哋截取伊嘅優點，刪開伊失敗嘅缺點啊！吼，可能用嚟做那個好，也得到所有志工嘅同意。志工講，也其實係個好嘅支持系統，嗰個全部人投票超過半數，通過以後，我哋第3年開始做。幾時節有講，頭先講到講，譬如講我哋國內有做過嘅社企，無論我哋社團。
其实国内有也嘅实际嘅一啲案例哈。嗰啲分散啊，像我哋討論的時候，我哋有像台北花園新城，因為很多花幣，因為個奇妙啦，因為個組織很多花錢幫，因為個群眾的花錢幫，如鼓勵他給你發錢啦哈，但是發的錢係用時間來發，因為時間幣很多花幣，我哋都有倡議，但是伊愛組織個特殊啦，因為那運作1年。都立起嚟，我哋都了解講，按怎麼會立起？其實呢立起啲嘢都係睇人特色，差唔多都30人嘅啲嘢，一直冇都增加。第二嗬，負責推動計劃嘅人啊，細微嘅，把那推動發聯誼嘅，嗰時候都變啊講，佢嘅系統都瓦解。第二都係我哋要同嘅紅道老人基金會哈，因為也有送誒嗰多年嘅時間銀行，因為有請因為主拍來分享講，因為喺紅道送嘅時間吼，有多嘅困難。因為都本來伊啲改好嘅idea都會講，台灣嘅志工啊吼，其實喺全世界啦吼算幾強嘅。都會講，他跟你說做志工攏有啲心態都係無私的奉獻，嗰時候存嘅人個多，他個人個實忙。協助別人，但是實際上啊，哈，點數協了以後，真的有拿出來很便宜的服務業，按呢個時候，因為伊只係一個循環地方，冇法度解決，嗰時候都之後咩係無疾而終。都好，其實一部分係我從談到啦，哈。如果因為服務嘅時間下不幾多，你像以前我哋講志工服務時數啊，因為真正如下半年幾多，有啲人一半人2半人，但是後來其實做乜我冇辦法話，真係就冇簽到伊啲意思下邊冇，你講伊自家適當嘅伊啲服務表現去用一件事情，佢有問題，人有想我講，佢講到下一輩嘅動片啥去，我讀到有問題。我哋當初我哋其實有去搶到縣政府嘅沙費處，我哋上漲嘢也有去衛福部參加呢，因為有啲時間銀行群組，已經係全台灣推動時間銀行，我哋有參加呢聯繫會。目前我哋了解講，政府伊雖然有想要引用瑞士嘅時間銀行系統。想辦法可能有法度講，更加後生嘅時間、下嘅時間，以後係咪可以部分取代你長照所需要花嘅錢？好，但是因為考慮到我哋台灣嘅志工組織已經存在過久嘅，喺各種可以幫你花，政府要準備幾多錢？冇錯，因為目前因為假講伊嘅財務會有困難，嗰時候已經加入。也個目前給以前吼，伊都另外成立一個專案，做時間銀行的推動。目前是分開的啦。如果講嗰種我有兩個身份，我有係社企的志工，但是我有參加時間銀行會員。基本上伊目前兩個冇相同啦。係因為我哋更加實際上係運作成我哋看到嘅情形係，社企的志工啊，其實伊嘅服務係公眾性的。但是時間銀行以大部分係私人的，私人如果講我需要幫忙，可能像1年2年都可以互相幫忙，所以它是私領域。志工服務係公領域，目前呢兩個還冇交集啦，如各行各嘅。衛福部希望講，伊喺時間銀行一個專案計劃推動嘅時間可以喺社企，可以喺社福機構看到。有創新的做法，還是講可以永續的做法，多時間可能拿來想看到以各種愛銜接，我樣講。嗰個時間銀行也部分同我哋以前的志工時數目前還是冇連通嘅，但是可能下一步慢慢的對時間銀行地步會慢慢發展出自家的一套我哋講揾時間的方法。休息下我哋埋嗰度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耶！上节目我哋来自屏东东片沙期时间银行嘅计划主持人，我哋姜福飞过来讲现场，同我哋分享讲我哋自公司数同时间银行嘅差别喺哪？我早想问一下，因为头多已经有讲到其实讲到喺东片沙期嘅話，我哋自公人數過少嘛，嗬。其實喺運作方面其實冇按到可以提供嘅服務。咁加上講用女仆上嚟講嘅話，可能也會服務如果多樣，多樣性。係冇唔錯，然後同時也會成功率嘛嗰個。咁更加已經睇我哋女僕上開始嚟推動一下。我哋更加飛員減300嘅啦。我哋有一分析啦，嗬，飛員嘅來源嗬，目前是女僕上有70%。哦，女僕上70%。村民大約係30%左右。嗰種我哋當初嘅策略啊，嗬，目前看起來係錯嘅啦。就會講，為數到時間銀行也個制度影響嘅參加飛員嗬，大部分都係女僕上嘅。但是我哋也有小部分，差唔多有20到30%，有個部分係外縣市嘅，嗬，屏東市嘅啦、高雄嘅啦，也有東部嘅，也有台北嘅。大部分也個攏係朋友、村民嘅親戚，嗬，還是講伊係裝行人，但是伊去路背失條路，但是伊個關心伊路卡嘅裝備嘅情形，嗰所以想講，假如一個時間上以後冇天。落卡嘅裝備，愛天數嘅時間都用得到。剛剛還有一個問題嚟講，因為你更加範圍係用我哋有數到女僕上有70%嘛，飛人地方有70%女僕上，咁而也會我哋講服務嘅範圍嘛係變得過大呢，錯嘛？例如講女僕上嘅飛人有需求嘅時間，你變成講也會點過多嘅，咁一部分會造成唔同叫我講服務上面嘅困難。所以我哋更加也有同縣政府啦，嗬，同衛福部反映講，我哋更加做2年哦，我哋經驗講，你一個時間一行嘅社群啊，嗬，其實伊可以服務嘅範圍大約都半點鐘，半小時嘅服務員伊係可以涵蓋嘅。嗰年呢嗬，伊都實際上參加嘅次數會過大，做乜嘅呢？因為伊有時間成本，冇錯。伊嗰年來，伊講伊參加一個服務，那得到2點，如果照按年來費嘅查廠，伊會發唔落。嗰時候我哋更加都會講，我哋一方面我哋也拍短片喺 YouTube 底部宣傳，我哋係做時間下。天嘢都會講，我哋希望講本越多人知一個事情，可以本中央嘅政府重視一個東西，也了解講。伊啲社群它有範圍都半點鐘，各種講伊要涵蓋面，要改發嘅話，伊可能要改動沙期，同時攏係做時都會有重疊權。係冇唔錯嘢，都係接觸下來上個問題嚟講，因為像頭先唔講嘅話，佢一開始係用東片村嚟做伊哋，我算是最起初嘅基地嘛，嗬。咁後來用伊哋我哋把我哋嘅飛人嘅範圍太多變成女僕上嘅時節，會有可能講，譬如講也會70%飛人地方，有啲可能啊，可能女田村嘅飛人幾多，係咧女田村嘅飛人，結果伊變成了另外一個基地，你變成個一片嘅飛人地方，自己提出需求，自己滿足需求。就變成以後伊啲細型嘅搞本基地，然後你從東片村一開始嘅伊啲基礎基地來講嘅話，等於如果拿會員的集中區，一多嘅地方，都變成它會變成伊啲另外一個交換的場域。我哋是怪樂見喺周邊嘅村莊啊，嗬，也有像安尼啦，因為每一個村莊伊嘅需求會因為伊採地嘅特色。會有出現差異化，各種講重疊範圍越大嘅時間，其實你想你飛員都可以喺你嘅沙期也可以得到伊想愛嘅，也可以喺隔壁村，還是講隔壁鄉鎮得到伊嘅愛嘅，安尼他個人都可以互相，可以同一整個系統做起來。安尼就變成個真的都變成伊個次中心，然後變成伊個安泰嘅範圍嘅伊個算是我哋整個服務的一個網絡啦。咁幾時節地方有想到講，除咗東片村，然後都我哋講女僕上，有想到講其他嘅村莊，甚至我哋原住民部落嘛可以做安尼推行安尼制度嘛？
安尼更加有拄到嗰度佩勒萨奇来参访啦。有兴趣安尼，如果听人讲，各种人真的想要做安尼，我辅导呢，可能按样做哪可以做起来。要做啊，一件事情我会看实量的问题。第一，如果讲，甲伊个时间银行的交易系统、媒合系统，要用安尼啥企业呢？还是要一年即家在做一年即家的？安尼目前的看法来讲，用安尼即家的系统啊，当然一路提升哩嘛，一路他跟人共用伊个平台，交易的语言，基础拢共用的。伊甲种即家成立一堆啊，安尼啊，可以乐意啦，供应安尼。其实可以两个主盘单位可以参详嘛。那货币的单位同货币单位无共用，但是我们可以协调签一个合作备忘录。比如讲也用时间，像有的xã區我举例来讲，给高雄的陸中廟社區，因的時間比很多10分卷，如以60分鐘1點鐘切60分、30分、15分。嗰所伊个计算基准同我哋都无共用，但是我又同伊个主盘人讲，各种有一人安尼互相的会员拢有一个需求，希望去人家可以取得服务的时间，咁我哋可以从计算基础拿来参详一下，用完，各种两边可以达成共识，以后都冇问题嘅。一部分呢，其实一般来讲，我哋睇嘅算是资讯交换的概念来讲嘅话，嗰种有呀想法不是啦，因为你哋算是行前面的一啲内容嘅一啲算法阵营啦，嗰种你只是有安尼想法嘅时间，你可能都睇设计内容嘅时间，一部分都先留下来。一部分的扩充的可能性就留下来，因为等于讲，因为已经有想到讲，他一般没用人的内容变成一个准则嘛，有可能因为无错，因为其实无共用的乡村、无共用的xã區，伊可能服务的方法无办法用1點鐘啊，有的人可能喺15分鐘都有啲方法，嗰種米等於用的嗰種基準無共用，但是其實還是不拖1個小時嘛。好，60分鐘一件事情嘛，嗰時候等於講，海拔可能喺內同嘅一啲擴充地方，真正要留下按啲空位去讓開始海拔有啲銜接，因為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嘅內同都對人一邊 copy 出去啦。雖然我冇同人共用一啲平台，但是可能對人內同 copy 出去咧，即係根據自家嘅需求，可以用15分鐘、30分鐘、45分鐘，按一刻一刻來分。我都講30分鐘一啲時間比，但是至少人的基礎都是共用嘅東西。但是我意思有啲可以想法，像你講，而家按啲內同我哋今日花3節嘅節目來說明翻個時間運行。佢當初你用嘅說明半日，你村莊地方嘅阿伯阿婆啲咯。我哋今下都想講交本啊，迄年第一個概念啊，嗰種我哋都很廣譜啊，資本廣譜啦，我哋都想誒一下嘅情境，譬如講陸下嘅天火發起嚟啦，無陸下嘅天橋嘅坐鐵床啦，還是講愛在老人家去外地做某個事情，可能都用演的啦，用話劇的方式啦，做俾人看。因為安尼看的都了解講，原來這都係客家人的員工。跟有阿婆我們講，你問他阿哥，要50分鐘，剛好有1點鐘咯，安尼。有啦，也有啦。其實我都去數一下錯啊，安尼有聽人拿時間，安尼我快死冇。唔會啊，因為愛玩啊，唔愛玩，其實係非人之間可以決定嘅。比如講，剛剛講10分鐘都做嘅，跟住自己做咯。其實地方有嗰度技術嘅問題啦，咁嘛，唔可能即個有安尼體力去。個有一點都係講，安尼其他也有想到講，安尼其實時間嘅需求交換啊，係人的服務。沒有錯。但是有時我哋搞完的時間，我有感受到講，比如講我壓過一幾多錢，佢下我哋都想講，佢也要樣處理。所以我哋時間行辦法地方都有講，喺各種有感受到耗材，譬如講我係飛人來同老人家慶生，一個鬧熱打，買雞蛋糕，無都揾畫過，愛做水田，愛賣乾的耗材都會支付。當然，
係啊，你呢鋼琴的部分係另外一回事吼，可能講材料費都要自己出，材料另外算啦，阿冇會冇辦法，係因為牽涉到錢的時候，真係都鬼快講嘅。咁你這樣嚟按你，比如講你當初2年前都開始嘅儲備都一直都增加來講嘅話，對於村莊地方嚟講，無論講係人哋推行動，我哋規個女鋪上，睇下人哋反應用。我哋有做問卷調查，我哋每年我哋都有針對會員啊做使用的滿意度調查，目前是70%的會員啊，吼，因為攏講各種伊有機會，伊會介紹俾伊嘅親戚朋友來參加一個時間運動，我種嚟講目前是算個成功嘅啦。咁也會參加啊會員有乜個條件冇？基本上我哋無條件，只要認同啊，想愛了解時間運用運作。不管係哪係哪，不管你嘅性別種族，我哋攏歡迎參加。對於講今日看到我哋電視嘅觀眾朋友，伊想愛對啊，要時間運動佢有興趣，同時嘛想愛同時關心一下可能喺個屏東嘅親戚嘅話，伊嘛可以參加我哋啲啊。好，咁嗰種我哋觀眾朋友看係今日節目有興趣嘅話啦，吼，咁也要自信啊，那哪度啊？我哋喺 YouTube 吼，翕嘅嗰度活動嘅短片，嗰時候你關鍵字你只要打東片沙期時間銀行也巴勒斯，你都可以尋到嗰度。啊，當講攏有聯絡電話，啊，無路直接來請來也可以。咁對未來呢？未來時間銀行有冇？未來我哋規劃都會講，隨着會員越來越多啊，吼，你嗰種愛。真正的在地化哈，如何了解講也提起的居民的剛性需求，你剛性需求越多樣的時候，你活躍會員都會越多。啊，天熱都會講嘅嘢，會有想到講，某天可能運作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啊，可能國外嘅時間銀行已經有幾好嘅解決的方法，嗰時候我哋也不排除講喺國內其他嘅社區做個好嘅，還是講國外嘅。時間銀行嘅相關嘅組織，以後有機會嘅話，可能可以提前交流嘛咧。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都發現講時間銀行看上來係一個幾複雜嘅一個內容，但是回到我哋嘅節目一開始，我哋嘅伏筆太過同人講嘅，其實一路係我哋客家人講嘅交工，其實交嘅唔係時間，交係一種感情。經過感謝我哋伏筆太過，兩個現場朋友聽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今日來邀請啊，阿哥也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如果有閒嘅話，要到屏東來啊，歡迎來東片沙期來聊聊啊。休息一下喎，都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